6月20到22號，大家一定要出嚟投票，支持公民直接提名。唔單止你自己投票，叫埋你啲親戚朋友、姨媽姑姐一齊投票。投票嘅方法非常之簡單。第一個辦法係親身去到實體票站嗰度投票。全香港九龍新界總共係有15個投票站可以俾你親身入去投票嘅。而第二個方法係用網上電子投票或者係手機程式投票。手機程式投票方面係用你嘅手機，每人有一個手機嘅電話號碼，攞你呢個手機去 download 一個 Apps， 然之後就用你呢個手機呢個 Apps 去投票。除此之外，電子投票亦可以上網投嘅。你去到揾一個電腦，喺屋企嘅電腦又好，喺你手機嘅電腦又好，喺嗰啲咖啡室揾一個電腦又好，上去 popvote.hk 呢個網站嗰度，上去做一啲手續。佢要求你交低你嘅手提電話俾佢，於是乎佢就會 send 一個密碼 SMS 去你個手機嗰度。你睇到呢個密碼，再攞呢個密碼喺呢個網站嗰度投票。咁當然你話，咁我用手機 download 個 Apps 投票係咪最直接方便呢？咁當然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啊！6月20到22號，大家一定要出嚟投票。人民力量方案、真普聯方案、學界方案，3個方案都係有公民直接提名嘅，是但一個都係支持公民直接提名，即係一個真正嘅普及平等民主嘅方案。另外一條問題，如果港共政權拋出嚟嘅係不符合國際標準嘅，立法會議員是否要否決呢？大家要剔是，OK？